艺术的传承佮开创中，随着每一个人的眼界佮心境无同，会不断有新的领悟佮实践。伊的真善美无边界，伊每一个时刻拢存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。透过艺术，嘛会当对内底找到真真正正的家己。对2月19号到4月2号的期间，欢迎会当到中义路上的三维廊，共同来欣赏由15位台湾佮日本的艺术家共同展出的作品。我们这次的展览呢，有邀请了15位艺术家，有11位是台湾艺术家，然后4位是日本的艺术家。那这个平台以后会比较多，就是以台湾艺术家为主，那同时就会邀请很多可能是日本或其他国外的艺术家来做一个对话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哦？其实也是一个因缘际会，因为这个地方原来的屋主也是在30年前，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，收了100多张艺术品，对，所以这个地方选择在台南，也本来台南就是一个文化古都，那加上文化局也一直不断在推广很多跟艺文有相关的活动，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以后可能更跳脱以前画廊的形式。然后这次的展览，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呢，有从60年代出生的到70、80、9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都有，所以横跨三个世代，那就等于是说，你可以从这个展览里面看到，应该台湾艺术家有很多不同的艺术面貌的呈现。画廊嘛，成为艺术家佮有收藏家的桥梁。透过镜头会当看到每一件艺术作品，拢用因的方式来向人来传达某一种消息。伫画廊中间会当看到复古造型的经典放大动力车，欢迎有缘民众会当伫展览的期间来到现场，做伙接受艺术的熏陶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